麗晶對面咪有個嗰啲公共嘅休憩地方咁樣噶嘛，咁我都有去澳門喺觀音像入邊就有一個咁大嘅一個休憩地方，咁人哋休憩嘅地方又真係勁過香港政府嗰啲好多，即係起碼唔係話成個公園係得一條長嘅滑梯咁就話一個好嘅地方，仲要揸車好鬼遠先入到去嗰個嘛。佢最黐線係乜嘢咧？知唔知啊？佢嗰個地方係有分到唔同歲數玩嘅區別，即係你3、4歲嘅小朋友玩呢度，跟住之後5、6歲嘅小朋友玩呢度，跟住可能7歲至到唔知10幾歲嘅就玩嗰度，即係佢會因應住你嘅 level 而去俾翻唔同嘅遊戲設施你喎，大佬幾咁癲啊！香港咪0至99歲都係嗰度咯，都係嗰條欄喺度揈啦。但係佢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會有一個，你當可能有我諗有半個籃球場或者甚至乎一個籃球場咁